我是 SkyWinds 中文培训班的宝德，也是老师。老师的名字是罗登登秋，也是主任老师。今天是颁发 HSK 成绩单的典礼，同时老师也给学生们颁发奖金。今天老师感到特别荣幸，因为在38名考生中考上了32名学生，这也是 SkyWinds 中文培训班值得骄傲的地方。这个成果不只是老师一个人的功劳，也是学生们坚持努力的成果。而且小班老师们耐心热情地教给学生们，小班学生们也很用功。老师为此非常感谢大家，希望 SkyWinds 中文培训班从今天起更加蓬勃发展。谢谢大家。第三呀话，米巴屋企裏面識得咗長唔長呀？阿龍呢？明啦，老師大佬 SkyWinds 表達點樣教你否則？老師咧去打嘅，老師咧就明大佬就對住做去打嘅，我做俾老師嚟過嚟。今年嘅 HSK 我哋畢業紀念日喺哪裡吧？在前面嘛，老師大長嘛瑞國，好啦，在前面嘛，老師大長嘛瑞國，蘇瑞國嘅紀念日嘛，今年老師人好努力，大家嚟說咯，三月份起所讀都真是要錢嘛，都真係要㗎，三月份我明天就叫你去吧。第一會啊，老師不要錢嘅，阿頭算上我們教俾我，然後教唔教哪裡，隨時西面就在那個教你去吧。大啲，這裡呢是要想哪裡吧嘅，細寫啲，細啊，簡單咋，教唔教哪裡，我先加一大啲，這裡呢教唔教哪裡吧嘅，不都做啥家嘅。第二章老師大阿魯其實就係 SkyWinds 調查第二章第七問答計劃做得好有啲乜嘢？阿魯